今日同大家睇翻一個羅湖唔同山腳嘅現樓筍盤啊，2年前賣緊係8萬幾一平方，而家直接腰斬5萬4，現樓現證啊！先睇環境，北邊係仙湖植物公園同埋深圳水庫啊，仲有仙童體育公園，行山晨運就喺樓下，呢種4A 級嘅景區資源啊，成個深圳啊都冇乜邊個盤有噶。交通方面啊，就係各位最關心嘅環節。樓盤樓下500米就係地鐵8號線，貫通深圳東西。如果行新開嘅春風隧道啊，全程冇紅綠燈，直達福田中心，過關就係皇崗同埋福田口岸啊。返香港啊極之方便啊！星期六日想返去飲茶嘅話都冇咁易就到。日常配套方面啊，樓下就已經係有盒馬先生同埋華潤超市啦，買餸煮飯滿足日常所需啊，絕對冇問題啊！雖然1公里範圍內冇大型嘅商場啊，但係揸車或者搭地鐵出羅湖萬象城啊，都係10幾分鐘嘅啫。呢啲就係喺深圳生活嘅便捷程度啦。樓盤質素方面啊，玻璃幕牆外立面啊，每一戶啊都有開揚嘅景觀，24小時智能化保安配5星級嘅管理服務啊，保安同服務都唔使擔心。當然啦，都要講翻不足嘅地方嘅。樓盤嘅整體使用率咧，大概係73%，計埋唔計面積嘅部分啊，都大概都係80%咋。比起新規住宅嚟講咧，都係差少少嘅。周邊冇大型嘅商場咧，都係事實。不過呢個價位買到唔同山下嘅現樓啊，性價比啊，都已經係相當之唔錯噶啦。最重要係啊，新規之下，港人買羅湖住宅都係好方便噶。港人上車手續簡便，持回鄉證同埋身份證就可以買得到啦，無需社保證明，真正係一步到位做業主啊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啊，即刻喺留言區咧留言俾我，我發啲詳細資料俾你睇下啦。